行情较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伫英国伦敦举办的7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将结束，结论有讲到咱台湾。根据所发表的公报，因支持咱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甲世界卫生大会 WHA， 望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7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公布中外交甲安全政策指出，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论坛甲世界卫生大会。国际社会应该用为所有合作友好经验当中得到好处，包含台湾伫对抗新冠疫情的成功贡献，伫东海甲南海议题领域中贯彻两地周围精神，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强烈反对对任何可能升悬紧张局势、破坏区域 稳定甲国际法治秩序的单方面行动。3天的 G7 外长会议当中，牵涉中国的相关议题是焦点之一。参加官员表示，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高度关注，也讨论中国动向经济影响力甲伫南海军事活动的扩张，也观察俄罗斯伫乌克兰边境甲克里米亚积极兵力骇客行动甲假消息，以及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目前处境中产生的人权问题。外长会议讨论的范围真宽。 也佫有疫情发展、甲疫苗现况、气候变迁。这场会议了后，随去就是G7领袖高峰会，要伫6月11到13，伫英国康瓦尔举行。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 镜头搁转来咱台湾上新的消息来更新，台北有一间餐厅红夜正请者加抓，4个嫌犯拢抓到啊！台北地方法院伫今日半暝啊，裁定其中一个姓吴的嫌犯收押禁见，另外三个拢是以5万块交保。3天随破案，警政署长陈家钦甲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昨昏冒起中山分局办破案的奖金互基赞。 以5万块交保，搁限制自己的3个嫌犯押出台北地院，面对镜头无讲话，拢伫亲友的陪伴之下，赶紧离开。涉嫌伫初3暗时到古生活餐厅拼上亲家家族的4个嫌犯，互警方依送法办，检察官查无依保护成了，以涉犯妨害自由恐吓者罪嫌，搁有串证的可能，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北地院初6透早裁定3人交保，这50多人是羁押禁见。 警方调查，这4个人有敌联邦背景，专案疑似因为餐厅头家吴正南甲人有1500万的债务纠纷，才互人骗加抓。啊，不过涉案人表示，犯案时阵唔知影义警伫餐厅内底食饭。初步查证，还是犯嫌，他们有跟店家有一些债务纠纷，然后他们在犯案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有办参会的对象，他们都不了解。 所以他们事后也很后悔。最近因为松山北道等经济政绩，警方士气受打击，因真紧破案，可是拼命侦办。5月暗暝，警政署长陈家钦甲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前后到中山分局慰问破案团队，各发破案奖金。陈家昌也站出来精神发挥。在我个人到台北市3年半的时间里面，全部非法暴力的这个重大刑案我们100%侦破，请大家对我们台北市警察局有信心。4个嫌犯依法救办，17岁少女以证人身份信后撤回，随即继续对查幕后主嫌了解犯案动机。陈家钦表示，扫黑未分中央甲地方，无论是挑战公权力，或者是讨笑，任何暴力行为拢未容忍，一定严办。记者综合报道。 在疫情的消息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7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定病例，并无本土病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有去分析华航机师甲防疫旅馆群聚感染的病毒，发现有12个人拢是去喂到英国的变种病毒。 华航的机师甲罗湖的饭店感染事件已经造成28人胃着病毒，即阵机组员甲饭店员工的感染源源不明。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上星期因定数结果，案例1078、1079、1091甲1092这4位华航的机师甲罗湖的员工，对头一个房务主管即阵同情的案例1120，到新增加的房务部员工、餐饮部员工甲外包的水电工这5人，大岗位的家属案例1135、1136。
1,090顶，总共12个人的病毒基因数列是共款，拢是为着英国变种的病毒株。另外，案例1102甲1133甲1137，一家3个人基因数列也共款，拢是英国变种病毒株。不过，研判这个家庭小话是另外一个感染的事件。我们现在没有判定说谁给谁哈，当然我们还是认为从国外带进来的可能性比较高，而国外带进来是不是一定是我们国内的航空公司的机组员带进来的？那这也还成问题。好，也许是国外航空公司的机组员带进来的。为着强化医事个案的通报，指挥中心宣布，第1日起，基层医所700家医事个案通报，转进到社区采检医所采检，而且确诊，每一个确诊的病例会使得到1万块的奖励金；或者采检而且确诊的医所，会得到5000块；你或者通报确诊的医师，是会使得到7万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线哈。那如果能够提高警觉哈，那能够把这相关有可能的都送来采检，好，那这样子可能对社区的防线会比较好一点。另外，因联华航技术员为着病毒事件，但市长表示，考虑整体状况也有待调查。伫次检疫天数应该对3天延长到5天，初五暗时会甲华航再来开会讨论。清零计划预计初6中昼对外来公布。而确诊医师案例1753，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违规出外到餐厅去食饭，会由民航局调查了后开罚，相当于罚1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民众去注意风险，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宣布讲，对昨开始，若准员工、劳工要去注意风险，公司爱互员工无薪水注意了解，而且公司袂使拒绝，嘛袂使靠辛劳的专勤奖金影响劳工的考绩，差别对待。为增加民众注新冠疫苗意愿，各部会参详了后决定，为即马开始实施疫苗注射假，造劳工甲公职员，也就是公司部门拢适用。请假期间头家应无付员工薪水。若是去注疫苗或者是注了后，若发生不良反应，为自迄一天开始，甲第一天24小时为止，摕疫苗注射记录卡就用申请疫苗注射假。因为这个不可归责劳资双方了哈，所以我们认为是不强制雇主给薪。那但是雇主当然如果更体恤劳工，愿意给薪，我们也乐观其成哈。政府表示，除了希望应加强防疫，也希望进一步保障注疫苗人的工作权益。亲像头家免拒绝劳工车注疫苗假，免看做事务来上班，也免强迫以事假或者是其他假来处理，也免扣发专勤奖金，或者是该死头路，或者是其他不利处分。公务人员也是同款，机关免拒绝车注疫苗假，也免就安尼影响考绩，或者是有其他不利的处分。当然劳工也可以请其他的适合的假，不过基本上如果请这个不知心的疫苗接种假，那雇主不得拒绝哈。工商团体大部分拢是正面的看法，不过企业界提醒，确实大部分员工集中在某一天注疫苗，可能会对公司运作造成影响。他的人力的比例啊，假使有1半以上都在这个时间点来选择的话，那对公司的整体的营运是有问题的哈。当然，这个以目前政府的状况，应该给这个企业界更多的空间，它跟这个资方跟劳方之间呢有一个协调的空间。企业界伫国家防疫，希望社会赶紧恢复正常运作的角度，拢愿意支持这项政策，希望疫情赶紧长好。记者综合报道。来介新天气，今仔日方面走啊，各地拢是恢复热云到好天，南部高温会升到36度，甲热天同款。咱来看温度，今日过到了后，山区会落雨降雨，其中东半部云会较高。今日天气真烧热，中昼伫中南部高温有可能会到36度，气象局有发布高温特报。台南、高雄拢真热。那明仔载拜五有一撮锋面的形成，所以伫咱台湾附近的水汽会变高。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那西半部是热云到好天。过到了后，明仔载大台北山地区，也各地头的山区，嘛会落局部地渐阵雨。虽然前几天为了一寡雨，也毋过对该度考花帮助有限。伫新竹德北的豆埔溪因为欠水，死真侪鱼仔。县政府派人去处理，想袂到外包商直接挖一坑，甲这死鱼仔就带伫现场，互民众批评讲有够含糊。
规排的死鱼啊，现场传出一阵搁一阵的臭风。最近可看溪水内底的水愈来愈少，遐因为氧气无够，大批冰毒。啊，毋过前来处理的人，却互人发现，竟然直接挖坑，甲死鱼啊带伫现场。门窗已经紧闭了，还戴口罩，所以这真的是让周边的里民真的是非常愤怒。先挖个坑洞，就把那些死鱼的尸体啊就地掩埋，这种便宜行事的方式真的是太离谱了。那我要求我们公务处一定要将这个鱼尸体把它气运走。县政府知影了，联名阻止厂商这款做法，而且要求甲已经待在现场的鱼啊清掉，来对外包厂商进行处罚。这个方式是不对的，必须要先把一些死鱼先集中，然后整个清理完毕，再外运到合法的地方弃置。这个是整个一个流程。后续我们会持续来注意这个状况，针对这次厂商的跟监造的一些疏失部分，我们也会依据契约来做一个罚款动作。附近居民讲，因为欠水，所以造成鱼仔死亡，大家拢会使体谅。啊，毋过无应该用这款方式处理。政府后续来派人伫现场监督，袂阁发生乌白带的状况。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大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要鼓励生囝解决照囝怀危机，行政院初步决定要增加有薪的负责人免费做产检的补助，对10届提悬到14届。啊，若产检假是对5天变7天，军公教劳工拢下用，也毋过，互劳工新增加2天的产检假，就会增加头家人的负担，所以行政院嘛打算要补助头家。来看《苹果日报》，台北股市对2019年就直直起，目前已经起到17000点。第股市分析师胡丁泰甲马继强涉嫌伫开盘进前，拆解股市甲炒股市的生意人合作，炒31支股票，期面算好起买，有赚4000多万。检方昨昏约谈10个人，以涉嫌违反证交法上班。马继强以100万交保，胡丁泰以80万交保。啊，那胡丁泰阿兄胡金峰是以300万交保。来关心《中国时报》，咱台湾地下跋筊教父但营造洪指控伫嘉义市经营跋筊网站，涉嫌洗钱，伊嘛承认犯案，有交出2亿犯罪所得，甲8亿5千万原起诉的处罚金，嘛答应讲伫原起诉这2年，伊当年会阁捐1000万，这嘛创下司法史上上悬金额纪录。专案60多个人涉案，全部拢原起诉处分。来关心桃园机场的红营旅馆发生群聚感染，也毋过即马所有民众讲，红营旅馆竟然嘛是桃园市要并观光所补助的旅馆。调查就发现有70个民众住入去内底过。而前指挥中心即马是讲，这间饭店状况较特殊，也毋过这部分应该是地方政府的管的。教室门口挂消毒的牌啊，学校遵照指示进行消毒。桃园诺富特饭店爆发群聚感染，风波团烧，新到一间国小的女学生，顶个月24甲亲人带入去诺富特，目前女学生提出隔离。那目前他并非属于一个高风险的确诊个案的一个接触者，相对来讲是比较低风险。发生群聚感染的下，诺富特饭店一馆开放一般民众入住，旅馆则是防疫旅馆，有民众也伫夜了公社破文，表示得到桃园市旅游补助，有70名团客4月23带入诺富特饭店，饭店也无通知。即马也传出市政府的公文，并无写明只有旅馆是防疫旅馆。因为双方都就是按照这个申请的范围这边来查核啊，所以我们目前核定的范围呢是只有以2馆。桃市府澄清表示，甲诺富特的记录拢真清楚，公文只核准旅馆作为机组人员防疫，针对华航机组员带伫一馆已经涉及违规，也依上卫生局裁罚。一馆它是观光饭店，好，这段时间它并没有申请防疫旅馆，好，所以可以继续营业，包括餐厅、宴客厅、会议厅以及有一般旅客的进驻。好，如果他当时申请作为防疫旅馆，他就不能营业了。诺富特饭店有2栋，分做1馆、2馆。1馆是5000级的观光饭店，接待一般旅客住宿，由桃园市观光局辅导。2馆申请做防疫旅馆，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虽然诺富特饭店情况特殊，也毋过防疫旅馆由地方卫生局管理。同一个旅社那有启动哈，那也就是说能够另外一栋，这我们也是允许。
那如果要用隔一层的，那也可以。但这一些都是要动线要能够分离才可以。旅社检疫的人员本来就不能够出来嘛。唐市长陈文灿强调，这摆问题是机组人员的管理制度无同，会向中央提出2项建议，包括机组员的防疫旅馆爱申请，而且袂当分站管理。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印度的疫情真热烈，咱台湾驻印度的代表处传出有6个人去会着。伫5月14进前，代表处的员工改伫厝内上班，改伫厝内办公。目前，咱伫印度包括驻外人员计共有244个人。咱伫印度的台商嘛传出有20个人去会着啊。敢要撤侨，即马正在讨论。另外，咱台湾即马嘛有捐一寡医疗设备去帮助印度渡过难关。民间企业经由桃园市长陈文灿关出15台超低温移动式气体渡槽到3公缓解印度欠sản素的问题。The love and warmth that the entire spectrum of Taiwanese society has shown to India in the past few weeks will be cherished by the Indian people for long. 因为华航停飞印度会经由国际海运送到位，顶礼拜台湾头一批援助印度的医疗物资，包含150台制氧机加500支sản素塔已经送到位。印度疫情真严重，连续几天一天拢超过30万人确诊。咱国驻印度代表处即阵有6个人确诊，其中1个人重症，1个人轻症，4个人伫厝隔离。外交部决定即日起采取伫厝办公到14。我也知道各界非常关心在印度染疫的国人，包括政府驻外的人员，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够协助他们，包括让他们能够尽快返国接受治疗。根据外交部统计，即阵在印度包含外管驻外人员总共有244人，台商的部分有20人确诊，其中有15人已经康复，2个人伫厝隔离，2个人重症，1个人过身。对着印度疫情真严重，是毋是发动撤回侨民？外交部表示，即要想要坐飞行机返来台湾，拢在2月进前坐每礼拜2班的日航班机返来台湾。即阵也正伫甲旅行社伫谈论包机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卖还搁咧拖。即卖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5500万例，死亡人数有32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7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160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已经超过6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300万例，伫印度是超过2000万例，伫巴西超过14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4万例，伫法国即马是超过576万例。那即阵印度疫情会当讲是全世界拖甲上食力的，嘛有真侪人即马发挥爱心。伫印度就有一个司机，甲伊的嘟嘟车改做救护车，嘛有一个志工，甲伊的车卖掉，钱是摕去买送素来救人。嘛有印度少年人开发 APP， 整理物资送互有需要的人。34岁嘟嘟车司机贾维德汉恩出发去载人，准备接病人去病院。伊讲看到有人因为伤过散车，用爱将家己的染疫背部送医，实在不忍心，就改装家己的嘟嘟车，希望用为人生相当新台币1900块到3800块的救护车费用。जैसी जगह तो नहीं है मगर जान तो बच सकती है इस गाड़ी से। लॉकेट था वो बेच के हमने ये पूरा बंदोबस्त करा। ये भारती जैन मैडम है, उन्होंने सिलेंडर दिया। नरेश जी हैं, उन्होंने इसके अंदर मीटर लगवाया। 不过，贾维德的救命路唔是一开始就真顺利。伊伫马德亚邦封锁期间，因为无通行证被警察抓落来，引起社群媒体怒火。警方则撤销指控，佮发回一张通行证。伫孟买32岁被叫做送素人的沙赫，到即马已经为数千人免费提供送素。这份心意来自朋友有心的表示染疫，煞伫个送医的途中缺少送素死亡。伊去年6月卖掉修理车，买送素桶，佮电开器具。伊捌为作梦病院的病人跋涉数10公里找送素。伊认为这是对一个人信念的考验。पिछले साल लगभग हम 4 से 5 हज़ार लोगों तक ऑक्सीजन सपोर्ट पहुंचा पाए थे।
शॉर्टेज की वजह से ब्लैक मार्केटिंग शुरू हो गया। 印度13亿人口当中有2/3的人年岁在35岁以下。这波疫情，政府予人批评防疫不够力，出现部分少年人承担重担。17岁女学生布拉萨德甲一群年岁在14到19岁之间的朋友，开发物资统筹 App， 一直接电话、过滤银用的医疗物资登录，予人使用，而且一礼拜7天，每天24小时运作，随时更新上新的状态。The most challenging aspect I would say is when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resources for someone. 不过因愿意坚持，因为救命要紧。最近一摆成功任务是伫半暝苦等2点钟，总算为人找到送一桶。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美国前总统 Trump 已经落任超过100天，有美国媒体即嘛是曝光，也有真侪媒体，也有网络社群平台媒体，拢共款咧禁止 Trump 的新闻，所以 Trump 在归去，家己办一个新的网络平台，标题就叫做来自 Trump 的办公桌啊。Twitter permanently banning the commander-in-chief's personal account with 88 million followers. 新平台的第一期影片诉求，互社群网站封杀，需要有人站出来捍卫言论自由。事实上，新平台自3月下旬就假设完成。川普当时也开始破文，当时川普的新妇保证转往福斯新闻台主持节目的蕾拉，伫家己的面册抛出川普下任了后头一摆的专访。We had a big victory, I guess, unprecedented victory. And as we did in many states, and we should have had in all states, but I guess that's still, in my opinion, being looked at by a lot of people. It was disgraceful what happened. That was a third world country voting system, and it's a shame. 一段总长10多分钟的影片伫面册抛出无偌久，随着互这间公司的内容审查真悬摕落来，包括蕾拉在内，川普的竞选幕僚甲政府官员，拢受到面册电子邮件警告，因袂当搁打任何有川普讲威胁因的影片，若无毋但内容会互删除，破文者的效果也会互暂时甚至永久关起来。面册公司认为，伫1月7日的国会山庄事件了后，不管川普讲啥物，拢有煽动暴乱、制造社会纷争的可能。这类理由也互推特等社群平台引用，将川普家族所有成员列为管制对象。也毋过，为川普定赢的动作来看，川普本人已经无啥注重主流社群网站要安怎处理。另外，谷歌、YouTube 等网络平台要安怎运用，也搁有待观察。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的扩大，世界贸易组织 WTO 即马是提案，要求各国的药厂放弃新型冠状病毒预防协议财产权。美国总统拜登嘛支持这项建议。来关心越南本土疫情即马愈来愈害，越南官方已经宣布讲，对今日开始入境越南的旅客检疫时间对14天延长到21天。来关心中国发射火箭，若火箭残骸上紧伫5月7日会落伫地球某一个所在。美军即马正在追踪火箭的残骸会落伫倒位。镜头转过来，咱来关心民进党最近因为有党员牵涉毒品，引起乌道入党的风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嘛为着无查并乌道的背景，就互人入党这个问题有出面回实的。明仔载嘛要召开全国主委的会议来检讨。我们没有落实既有的排黑条款，让不适格的党员进入党的机制，不仅造成社会的纷扰，也辜负了我们支持者的期待，我感到十分的抱歉。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亲身会室内，最近因为前党员赵建雄涉到重创形象，也引起乌道入党的质疑。蔡英文指会表示，党内排污条款绝对严格来做，早期有新人入党也严格审查。运用一些AI 就是人工智慧的这个协助，我们应该可以建置这个资讯系统，然后让这些查询的工作可以在有效、迅速的
来完成。民进党秘书长林世桥表示，会建立资讯查询系统，查后边一位新入党的人是不是有涉案或者是恶毒背景。调解有的案件也收到地方党部、民进党界市党部4月底发函党中央，指控因系立委王美惠动员上千人入党，其中甚至有乌字代申请。王美惠讲这是我乌，甲家己市党部对呛。我是做一个桥梁，做一个服务，审查权。是伫地方党部，毋是伫我王美惠的服务处，所以毋免安尼伤害我。只要有查到任何人违反我们的规定，该除名的就除名，该处分的就处分。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成宣示改革决心，各位调解由身躯边的人开始全面调查，有5人违反败恶条款，目前正透过公开资讯来调查。民进党主席总统蔡文也要伫个初七开全国主委会议，听取地方的意见，检讨制度甲执行面的缺失，挽回党纪形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澎湖马经海峡，昨昏是传出有游客伫海面上溺水，因为透强风，全流出去外海。加在澎湖的海巡接到通报了后，10分钟就赶到现场，把7个人救回来，拢平安。海巡人员伫海中协助将所绑伫桨绑了后，顺利将漂流伫海上的游客游上船。结果下晡4点20分，海巡署接到民众报案表示，澎湖市立海峡有7个游客分坐4只桨绑，予强风吹向外海咧漂流，请求赶紧派船来救。由于下午风向的转变，转为北风，造成人员由10里沙滩持续往外漂流，加上人员体力不济，无法爬回岸边，请求本队派艇协助。这7个游客是为十里海保过桨绑出海，因为下晡风向改吹北风，游客体力不够，无法度过回来，被人发现才报案。本队立即指派线上的5栋53艇前往，5栋53艇刚好在附近巡弋，在10分钟内就抵达现场。是否本艇在该附近海域立即前往，并于163栋时全部共救起4艘 SUP 7人。好佳在7个人拢无受伤，唔免送医，连4只桨绑拢斗阵救回来。因为目前风向常常吹北风，可能将人带离海岸边。海巡署提醒水上活动要注意安全，才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南区昨早起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拢是一个70岁的妇人人。这妇人人是媒体人吴伟涵的妈妈。赛车的驾驶讲伊无食酒，也毋过经过酒测，伊是超过标准。上新的消息是，这个驾驶透早已经予法院裁定受压禁见。这只乌色进口车的车头因弄甲真严重，头前的车头甲引擎管拢已经变形啊，零件落规涂骹，挡风玻璃也拢闭起。周五透早3点外，台中市东兴路一段甲树义一巷巷仔口发生车祸，这台进口车弄到一名正伫行路经过路口的70岁姓陈的妇人人，附近的民众赶紧来通报119，甲这当上妇人人送医急救，不过最后医院是不幸死亡。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看，奇怪怎么没有看到车子什么的，就明明就有撞到声音，为什么没有看到车子？经过调查，死者就是媒体人吴伟涵的老母。吴伟涵接到通知，也随赶到台中，对着老母疑似喝啉烧酒开车人弄死。吴伟涵表示尊重警方的调查，并且呼吁莫过啉烧酒开车。警方调查的结果，我们就相信警方的结果。所以包含这些细节，他是先喝酒还是后喝酒？他当时的速度是多快？有没有违反交通规则？这个都交由台中市的警局去做处理。希望不要再有酒驾的事情发生了，不管这一起是不是。酒驾是不对的，酒驾是不好的。警方对肇事的死亡的10人酒测达到0.4毫克，已经超过标准。有民众看到死亡的10人驾车停来了后，就到便利商店买一罐白酒来啉，怀疑想要闪过啉烧酒开车行迹。才讲事后才啉烧酒，不过死亡的10人好啉烧酒开车。他是表示自己因为受到惊吓然后到这个便利商店买酒但是经过警方到场立即就跟他做这个酒测了酒测值已经有超过标准值，警方还是依规定依法来做移送。
警方表示，依照规定，民众应在警方到场了后15分钟才可进行酒测。不过，啉一罐麦芽酒，酒测值就达到0.4毫克的浓度，敢若甲警方实际拄到情形是无符合。警方强调，会调查4本的查甫人到底伫造成事故进前是毋是有啉烧酒。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为着要进行咱国内的旅游并观光，伫去年7月份到10月份，观光局有推出安心旅游补助。不过，即马凤城家己有一间旅行社，为着要诈领安心旅游的补助款，竟然叫别个旅行社直接来申请，甲政府骗428万。离岛偏湖，不管是海上风光，也是特色的自然建筑，一直以来拢吸引真侪国内外旅客来旅行。肺炎疫情爆发了后，更加是国内旅行的热门景点之一。不过有不少旅行社业者为着诈领政府的补助金，找到另外3间的龙头旅行社斗阵诈领交通部的安心旅游补助款。待其申请观光局补助款达到补助团体的上限之后，再借名另外3家有翻译联络的旅行社来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补助款。经过清查，总共译领的补助旅游团体总共有93团。县书局表示，交通部观光局推出的安心旅游，对去年7月到10月，为期是4个月。旅行社的团体旅游以无同的条件，每团会使补助3万到7万块。每一间旅行社申请补助上限是35团。不过，伫嘉义一间真有名的老牌旅行社，却是照牌申请补助达到93团，诈领补助款总共428万块。申请补助拿到补助金之后，他们会再把钱转回去给原本那一家旅行社。警方调查，一间旅行社摕到补助款了后，会搁再以每团几千块不等的挂名的费用转回予照牌旅行社。这种包含诈领的旅行社4人的负责人，也有3间照牌的龙头旅行社负责人，这14个人，都依照诈欺甲伪造文书的罪嫌依上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高山因为数量有够侪所以已经不是保育类的动物，即马是传出民众偷偷掠去做动物搬饲做宠物。不过即马林务局是表示讲，不管台湾高山是安怎来的，甲因掠去做宠物拢是违法的，上当会罚30万。大大目睭亲像囡仔共款高水，台湾狗自2019年1月解除保育成分了后，网络常常因看到民众抛出影片，或者是问饲的问题。动物团体阁发现有网友讲，厝内底狗山是朋友厝内底狗生，烦恼饲养已经扩大加做繁殖的问题。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第36条，所以未取得许可，以营利有行为目的性繁殖、饲养、买卖野生动物，那也是罚6到30万。我们追究说你这动物谁给你的，我们会把这个源头找出来。动保团体2年来接到将近80件饲养通报，林务局表示，除了少数政府提管登记的合法以外，台湾狗不知名伫野外饲，一般人无论是捡到、掠到，甚至繁殖、送养、甲买卖，全部是违法，应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罚6到30万。它需要很大的活动空间，那一般家庭其实是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空间。再来就是圈养的个体，它很容易因为环境压力或窘迫，它的脾气会变得非常暴躁。等它有发情期了，它需要交配或需要同伴社交行为的时候，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动保团体提醒，台湾狗因为脾气歹、有攻击性等，互人放散，佮因为长期被人饲，无法度离开人类生活圈，造成人狗问题。另外，甲人有迄落等共通的传染病，所以饲养对人或者是对高山来讲，拢是好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结婚、鼓励生囝，台中市的社会局是激头脑步数进展。即马是开办全国1亿聚会人的媒人班，头尾20个礼拜，加几套的，包括传统的礼俗，也有大家新妇要安那斗阵相处的美感，嘛有邀请资深的媒人来现场教，课程才开放报名，一时啊就随报订。媒人婆带新娘入厅奉茶，时大食落新娘茶，讲好话，摕出红包袋袋后。甜茶食甜甜，每年生相思。即马毋是正经咧办喜事，这是台中市社会局伫大家所办理的聚会人媒人班，一班敢若开放50名，才拄要开始报名，一个就随满。家长辈讲，希望会当经过上课训练，未来也通替家己囡仔来讲亲情。介绍孩子认识以后，他们不愿意进一步的互动，或者说他们互动当中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不晓得。
该怎么样进一步去协助他们。那这个是我在这个媒人班当中最希望能够学到的课程。消会局表示，媒人班头尾拢总20礼拜加全套，唔有传统的小群的安排，甚至佮家里大家新妇的相处美感，邀请自亲的媒人现场指导，传达男女感情、恋爱小撇步，也望讲通鼓舞着少年人会当较紧结婚有囝。我反而是希望倾向说，把男生带领说，你要去了解女人的需求，女人想要什么，你懂女人，那在婚姻里面你可能就能够磨合的话会比较缩短一点。如果没有结婚，后面就没有生育，所以呢，如何能够大幅度的来提升这个结婚的对数哈？那这当然要彼此相知、相识、相恋、相爱，还有能够彼此相处。这几年来，台湾的结婚人口新出世比例一直落低，社会局想出奇招，开办甲社会人做媒人讲亲情，除了希望解决现代人囝生少的问题，鼓舞少年人结婚。另外一方面，也鼓励时代活甲老、学甲老，踏出门加减学，好食老的生活会当愈活愈精彩。记者综合报道。婚龄未了高中3年的一个学生林新伟，因为自细汉就对烘托真有兴趣，老师才主动邀请伊斗阵做伙饲蜂。即马伊只高中毕业年已经有家己一个饲蜂场，而且会当生产蜜来卖蜜赚钱，嘛家己的兴趣变做事业。眼神看起来足认真，摕到饲蜂箱，伫的是饲蜂人的帽仔，但是穿高中制服。伊是林新伟，伊今年拄啊考到大学，但是伊已经有一个饲蜂场，伫咧卖蜂蜜做头家。会开始饲蜂，是因为老师发现伊对烘托有兴趣。我是国中3年级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天生物老师就来问我说：“你对蜜蜂有没有养殖有兴趣？”然后我就刚好对生物昆虫这一类的养殖有兴趣。然后回去就跟家人协商，然后自己的思考、上网研究之后，就来找生物老师拿了几箱蜜蜂回去养。两个人都学同款，老师开社团，互相交流烘托的知识。伫咧饲蜂的过程内底，拄到袂晓的，就对网络找答案，将蜂对一箱饲到即马愈来愈侪箱。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啊，但是现在网络资讯很发达，你只要有问题 po 文上去，他们都会回答你。开始会养之后，蜜蜂就1箱变2箱，慢慢越来越多，多到后来想说，看有没有学生有兴趣，我就分一些给他养。为一箱开始饲，慢慢开始愈饲愈有兴趣。为社团课程当中，老师带领林新伟为一箱开始愈饲愈多，真做会当修行的饲蜂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因为技术 不太纯熟，也差点灭族过。然后后来就老师的经验传授跟自己的研究，技术也可以了，然后就数量慢慢增加，然后也有开始慢慢的采蜜，然后自己也有一些 小小的赚钱的小管道这样子。林新伟讲，拄啊开始饲蜂有足侪困难，但是因为老师的教导、兴趣变做事业，会当摕来赚钱，也互家己增加成就感甲自信。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今年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周，伫台北市大稻埕有利用上新的科技、4D 的技术，展现蒋渭水的形象，让那亲像蒋渭水伫你的目睭前，阁会参你讲话。 看起来我做了一件大事哦，因为常出力，所以我常称呼我的警署也是家乐为女社。画面看起来就亲像蒋渭水本人参与讲话，这是台北市文化局最近甲文策院等单位来合作，伫大稻埕渭水驛站上色展杀出来上新的4D Views 影片，互民众体会甲历史人物 互动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蒋渭水先生来这个展览的有点身临其境的感觉。拢总有5个点，你用平板来看的时阵，会当看到伊的影像出现，伫遮甲你导览，
甲你讲这段就原来就是讲我什么故事，迄段原来就是讲我什么故事。文化局请来蒋渭水先生的干仔孙扮演阿祖，民众看到立体影像，就亲像蒋渭水咧介绍伊家己。内容包括成立台湾病院的初心，参与社会运动，创立日本时代第一个政党台湾民众党，阁有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等等，互民众更加了解这位台湾文化启蒙的前辈。因组织这个文化协会，四界去做演讲，去推动讲，咱台湾有啥物款的文化，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啥物知识，有啥物思想在发生，互咱台湾的人民拢会当了解这个代志，了解讲咱是台湾人。柯美惠表示，今年是文协成立100周，渭水驛站伫去年9月底就开幕，特别选伫过去台湾病院的旧地址，嘛是推动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边啊，就是希望互更较侪人通了解蒋渭水的精神。21世纪的台湾人，请继续加油，再会。记者陈雅文、陈保罗、谢桂林台北报道。母亲节特别到位，妇女团体第3天开记者会，讲即马食头路人，请育婴留一天生，等去顾囡仔，前6个月政府有补助6成的薪水做津贴。不过妇女团体是认为讲这条钱伤少啊，呼吁政府爱检讨，唔好互请养囡仔，真做是一件爱自我牺牲的代志。母亲节进前，妇女权益甲相关团体召开记者会指出，即马请育婴假的留职停薪津贴制度真需要改革。目前的津贴是以劳保投保薪资的6成落去算，不过工会团体指出，投保的上限敢若45800，而且有真侪公司会抵保薪资，实际领到的数字敢若是咧处罚请育婴假的人。因希望标准就要提悬，会当领实际薪资的9成。会造成你实质上在育婴期间获得的薪资恐怕不到原来的4成。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在家庭经济跟养育小孩中间做一选择。这样的情况底下，家长的理性选择当然就是薪水低的人去请，薪水低的在台湾的现行的状况就是女性。妇权团体指出，男女之间的薪资有落差，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不过现行的政策是把这个问题搁再扩大，除了津贴的问题，要申请津贴的制度嘛是一个问题。以目前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它有几个大问题，就是第一个大问题是它一次请的时候必须要是6个月，这个挑战是我要衡量，我离开6个月之后再回职场，我会不会在职务上的被评价为比较不好。开记者会的团体呼吁，会使改以一工作单位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安尼家长嘛较有法度应付亲像过去因为长病毒、临时停课等等的突发状况。调整津贴需要的钱，建议由国家来负担，会使考虑用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解决财源的问题。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另外，根据亲子杂志上新的调查，发现9岁至15岁囡仔，若是规工咧用网络甲朋友开讲传信息，出现动荡的时，因的情绪自我恢复力较慢，嘛较无自信。调查嘛发现讲，爱囡仔有自信，爸母甲家庭的支持是真要紧。若爸母认为囡仔袂歹，有鼓励囡仔，甲囡仔感情较好，对囡仔建立自信，排解烦恼，拢有正面的影响。少年囡仔浸伫咧网络社群网站，要对着上时行的话题，也要找甲同学之间的认同感。毋过，伫咧真实的社会，准若遇到困难、失志的时阵，敢有法度伫咧网络找到寄托咧？平常时啊，若心情无好的时阵啊，你拢安怎排解？我会耍手机啊，跳舞吧。敢会甲爸爸妈妈参详代志？不太会，他们是暴怒型的，比较有共鸣跟同学。根据亲子天下甲金车文教基金会统计，今年3月针对全台湾9岁到15岁的少年家做调查，回收17300多份的问卷，发现小学高年级以后的囡仔讲心事的对象，袂阁再先找爸母，会找同学甲朋友，而且年岁愈大，就愈靠朋友甲同学。另外，逐工用2点钟伫咧网络开讲传信息的囡仔，因的情绪自我恢复的比率比较较低，较无自信。
进，那家长对囡仔的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囡仔对家己的评价。你是一个就是认为孩子很不错的这个父母亲，其实这些小孩他们自我评价也比较高，父母亲跟他的感情比较好，比朋友好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孩子他在一些遇到挫折的这个复原力、忍耐力都会显得比较高。这囡仔因为情绪的困扰破病，甚至自杀，特别在咧疫情的时代，全世界的囡仔也面对爱远距离上课，情绪难免会较歹。好的人际连接、支持系统甲陪伴，对囡仔消透情绪向正面的方向来发展，非常要紧。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人讲人生70才开始，退休了后会当创啥物？日本即马有一支是大人组成的啦啦队，平均72岁，因同款穿短裙、摕彩球咧跳舞，充满活力。内底上侪岁的成员已经食到89岁啊！穿长四色短裙、长下舞鞋、人彩球、踏步换队形，无论倒一动作，拢真流利。就算因为疫情，有一阵仔无练习，这阵啦啦队员也是充满活力，而且无讲你唔知影，因的年岁拢已经超过60岁。是日本东京成立的这个少龄啦啦队，年岁上少是60岁，上大已经89岁。创办人是上侪岁的成员龙野文辉。伊25年前看到国外老大人啦啦队的報道，舞蹈群被點到，一片碰碰就成立了。もう年だからってよく聞く言葉なんですけど、もう年じゃなくって、もうこれからいくつでもいいからこれから何か始めたいっていうのはぜひ始めていただきたいし。残りの人生やっぱり少しでも楽しくするようにやりたいことがあったら。龙野本身就是真爱新事物的人，伊进前就算过水肺唱水、乌克丽丽、跳伞。52岁时阵，搁去美国读硕士，即马咧学西班牙的话。伊创办的食偏碰碰，年岁限制伫55岁以上，而且爱通过试镜。大起步时阵真辛苦照顾的人，而且阿嬷记忆无好，较会袂记哩。练这舞用未少时间，毋过随着时间过去，因的舞步愈来愈熟，名声也愈来愈响亮。即马固定的成员已经有17人。60を過ぎてああいう衣装を着るチャンスってまずはないですよね。で衣装を着たいって言って入ってくる方も結構いらっしゃるようなんです。だから元気になりますよね。若々しいというか。因不只是跳欢喜的，也阁以专业演出为目标。过去几年，接片碰碰世界为组成活动公益演出，也捌来台湾表演。去年一款爆发疫情，练习暂停1年，今年4月总算恢复练舞，真侪人拢真欢喜。龙野本人表示，不管疫情互人偌烦偌忝，只要继续跳啦啦队，啥物烦恼拢用袂记哩。公司新闻7万0编辑。故宫就说起好一间厝，这是伫荷兰头一栋利用3D 列印技术起出来的基础啊。工程团队用5天的时间就起好，目前是一对退休的翁仔某伫住，逐个月的厝税大约是新台币27000。3D 列印机器来回运作，将建材点至指定所在，起出建筑物的外壁，搁搬到工地现场组装。荷兰爱因霍芬科技大学一名工程师，甲当地市政府甲营建公司合作，成功执行里程碑计划。表示列印过程只用110点钟，短短5天的时间就起好荷兰第一栋全 3D 列印的厝。Met dit kleine gebouw achter ons is vandaag denk ik een hele grote stap gezet naar een hoogwaardige maakindustrie in de bouw. En met deze technologie, de digitalisering met name in de technologie, gaan we een grote bijdrage brengen aan de productiviteit in de bouw, naar een meer duurzame bouw en naar een meer gezonde bouw. 这间厝占地18平，有2间房间，外形亲像有窗的大圆洲。铺色调号称体感觉更加接近大自然。一对退休翁某已经生大入去，每个月付800欧元，差不多新台币27000的价销，地做半年。But it gives a very good feeling because if you're inside, you don't hear anything from outside, and you have a feeling that you are really open because it's the open space here and it's very big windows, but it feels very safe inside because it's complete silence. Looks also a little bit like a bunker.
3D 联厝的概念有希望为荷兰解决愈来愈紧张的住房需求。欧洲新闻台报道指出，荷兰爱伫未来10年起数十万间的新厝，才容纳国内一直成长的人口。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伫伊拉克东南部传说是圣经伊甸园的美索不达米亚南地最近受严重的污染，因为当地欠缺污水处理系统，充满重金属的废水就直接排入去内底，害动物食物死翘翘。垃圾各类的废水为排水管流出来，附近水域拢被泥污。另外一边的水面是黏糊糊，数只条鱼仔冰冻。看到这情形，你想袂到这捌有大量的游船、野鸟，是互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的美丽湿地。讲是圣经伊甸园的所在地，伊拉克东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湿地，这几年面临生存危机，因为当地有7成工业废水，全部拢排入这所在。هنا حيث تصريف مياه المجاري لمحطة مهمة هي محطة مجاري المشري وهي من المحطات الكبيرة والواسعة إنها تصب حممها وتصب المياه الثقيلة الغنية بالعناصر الثقيلة المؤثرة على الصحة العامة باتجاه الأهوار بدون أي معالجة شأنها شأن عشرات محطات المجاري التي تصب في الفرات。美索不达米亚湿地是世界上上大的累着3角洲系统原本丰富生态体系。这几年只存臭味，会有这种情形，甲当地缺少污水处理系统有关系。أغلب المحطات اللي منشئة في قضاء الشبايش وقضاء الفوت هي محطات لمياه الأمطار، لكن بسبب التجاوز الحاصل من قبل المواطنين على هذه المحطات يحدث هناك بعض التلوث، لكن احنا إذا ترجع أن كإدارة اتخذنا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قانونية برفع دعاوى قضائية على المواطن، لكن لم يتم الاستجابة。地方政府表示，因欠钱处理污水也真无奈。不过，放任垃圾水排放不止危害当地动植物，人类也会自作自受。ولكنها تؤثر على اقتصاديات الناس وصحة الناس قبل أن تؤثر على الموقع كونه موقع تراث عالمي. اقتصاديات الناس هو المهم بالنسبة لنا وصحة الناس هي المهمة بالنسبة لنا، علينا أن نحافظ عليها。环保团体指出，当地车牛啉受污染的水，民众食这牛产制零制品也间接受害，因呼吁政府提出办法，比如用植物等自然方法来清理湿地，唔通互这地生态保障浪费害了了。公司新闻7万2编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过到了后，山区会落雨降雨，那中南部中昼高温会升到36度。伫明仔载拜五有一座锋面会形成，所以东半部阁会落地渐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众亲顺心，咱再会。